陰差陽錯去咗災民嘅中途宿舍砌屋，好多災民開始安置喺唔同嘅地方，物資站一啲應變嘅民間組織都開始解散。今日嗌人要11個壯丁，我就自動請纓，誰不知原來係去中途宿舍。我哋嘅任務分別係裝嵌窗簾、床架、裝燈膽同埋補充物資，包括水啦、梳洗用品、床褥、床上用品同埋小型家電。當然唔少得執貨落貨。喺冇乜指示底下，大家唔知頭唔知路，我都俾人神推鬼拱做咗小隊隊長，仲要指揮10個素未謀面嘅陌生人。好彩當時床架未到，因為我哋呢隊人真係好後生，亦都唔覺有人稱得上係壯丁，所以我哋只係將所有物資送晒上每一間房。講緊嘅係行4層樓梯，接近100個單位。多謝大家相當配合，亦都好自動自覺。最後我哋壓線喺宿舍員工收工嘅時候，完成晒每一間房。臨時嘅應對，廣大市民都做得好好。嚟緊要做嘅就諗下長遠嘅機制，希望呢種同舟共濟嘅港人精神可以繼續蔓延，唔係一時嘅感動同熱誠，而係繼續發揮各自嘅能力、各自嘅光芒。希望災民早日安頓，真相早日呈現。